大家好，我哋係心思。好多時我哋喺職場做漏少少嘢，都會同自己講小事嚟啫，冇人會覺嘅。又或者我冇咁好彩會俾人捉到嘅，呢種僥倖嘅心態好常見。但係現實中總會有人將你嘅小錯誤捉到，然後無限放大。就好似今個禮拜總公司揾咗內部審計落嚟睇會計部，就發現有人入錯咗條數，冇即時上報，搞到 Peter 同老闆依家開緊緊急會議，諗緊點樣解話。呢種大難臨頭嘅緊張場面，你又有冇經歷過呢？聽埋落去就知道點樣用古代歷史去解讀現代嘅職場。記得按個讚，分享俾朋友，又或者訂閱我哋嘅頻道，等多啲人可以聽到我哋嘅故事啦。同事報料話，今次審計睇晒會計部上年嘅記錄，發現有一日入錯咗條數，冇跟公司嘅規定即日上報俾總公司，而係第二日先報返。審計考慮將呢個缺失寫落報告。件事原本唔大，但係 Peter 老闆有潔癖，唔想報告有污點，所以依家好頭痕。聽到呢度，我就諗起劉峰寫嘅《回到古代打官司》呢本書。本書範圍好廣泛，講古代律師點樣絞盡六壬幫客戶甩身，點樣對待色情事業、性騷擾，甚至考場舞弊同公款花費都涵蓋晒。當中有一章講古代皇帝點樣透過巡視地方監察官僚同土豪惡霸，就好似依家總公司透過內部審計監察分公司一樣。呢個比喻雖然唔係一對一，但係絕對幫到你想象古代官僚嗰種查數嘅緊張氛圍。監察地方嘅制度由漢武帝開創，當時地方官員權力極大，集中人事、財政、司法於一身。為咗防止佢哋貪贓枉法，漢武帝就將全國分為13區，每區設有刺史一職，負責巡視。刺史工作有三：第一就係打擊土豪惡霸，第二就係查地方官員有冇執行中央政策，有冇草菅人命同勾結土豪，第三就係睇佢哋嘅家屬有冇為非作歹。睇嚟人類嘅社會經過咗咁多年，本質都冇乜變，就好似今次審計都係要查會計部有冇做足內部監控同跟足程序辦事。由漢代嘅刺史發展到後來大家喺古裝劇成日都見到嘅御史出巡，呢種監察制度嘅排場越嚟越大。正所謂輸人唔輸陣，古語有云，一個御史出巡，若果唔擺出地動山搖嘅氣勢，搞到地方官員有得震冇得瞓，就唔算稱職。一般御史出巡起碼要幾十到上百人，浩浩蕩蕩，前面有旗幟開路，後邊有護衛護航，非常之威風。相比之下，現代內部審計就相對文明，嚟之前有通知，但係因為有高層撐腰，我哋一樣乖乖就範。從前御史嘅報告隨時令人人頭落地。歷史記錄顯示，一次巡視全國可能導致幾十人升官，幾人被處死，流放同撤職嘅可能會多達幾百人，所以地方官員都真係聞風喪膽。講返 Peter， 雖然佢哋嘅錯唔會係人頭落地，但係若嗰份報告寫佢哋對公司要求認識不足、監督不力， Peter 都一定有排煩。結果呢， Peter 同老闆開完會，決定揾人借人頭一用。佢哋將責任推晒去上年離職嘅同事嗰度，話係前同事一時大意，屬於個別事件，承諾會加強培訓。表面上我哋公司有完善嘅會計上報制度，審計只係查制度，但係去到生死關頭， Peter 佢哋就用揾替死鬼呢一招，同古代班官為咗應付御史而造假，推卸責任，根本就係如出一轍。呢種借人頭嘅方法聽落現實，但係歷史話俾我哋知，靠鑽空子去逃避監察，最終好容易俾人抽出嚟。希望 Peter 今次過到關啦，下次真係要學乖啲啦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
本書仲有好多有趣嘅故事，例如講頌詩都有正能量，古代點樣處罰考場作弊，仲有話古人點樣應付性騷擾。如果你對法律歷史有興趣嘅，不妨買本書嚟睇下啦。我哋下次再講啦，再見。